哎呦，哎呦，哎呦！哎呦，以后这种场合你们几个来不就行了？叫你来的是有戏。蒋总，怎么样？一起投这个戏吧，就让峰峰做主演，他是这个角色的最佳人选。我看白鸟组合现在这么火，这个戏没有问题。李总啊，你一直对这个叫易峰的艺人很上心啊。我听过他唱歌，唱歌是真不错。那当然，跟你透露一个小秘密吧。易峰这段时间的这张专辑宣传呢，都是我为他打点的，所以啊，各种排行榜这榜那榜的，都是我砸钱砸出来的。那至于这个角色呢，也是我为他量身定做的。夏小姐，真的是你，在这里见到你真是太好了。哦，你是？我是谁并不重要，我知道你，偶像猎手，对不对？在这里可以见面，真的是一种缘分。看来这次我们一定要合作一次了。欢迎来到我家。来，愣着干嘛？换鞋。大家到我家里都随意啊。这几幅画呢，都是我老公最喜欢的。哎，大家都站着干嘛？快坐，快坐！李小姐，没想到你看起来这么年轻，都已经结婚了。其实啊，我们在一起很久了。我呢，就一直尽一个老婆的责任，他呀，就负责在外打拼。其实啊，时间久了，有没有那张纸，又有什么重要的呢？那你为峰峰做了这么多，你的老公不会吃醋吗？我说夏小姐，我老公就是峰峰啊。原来峰峰是隐婚的。哎呦，娱乐圈嘛，不都是这个样子吗？更何况我老公现在事业这如日中天，这万一要是传一点什么恋情出去啊，对他影响可不好。哦，不对呀，前2天我看新闻说峰峰带着女友去酒店见父母，在路上呢碰到一个疯狂的女粉丝，不顾形象的索吻，听说还是一个什么地产公司的总裁呢。哎呦，我们峰峰呀，最近谣言就是多，你们说是不是呀？来来来，喝酒，不提了啊！来来来，喝酒喝酒，来喝酒。其实啊，今天呢，我是想跟你们聊一聊工作的事情。我想当我老公演唱会上的对唱嘉宾，就唱白鸟组合那首《爱的味道》。我啊，想给他一个惊喜，让所有的观众都看见我。那岂不是很好办？您跟峰峰说一声不就得了？哎呦，他呀是不会让我去的，所以我这不是找你们吗？可是这个明星演唱会都是事先编排好的，工作人员都会按照彩排时的情况来安排工作。如果您贸然闯入这个演唱会的话，如果造成了混乱，这个惊喜可就变成惊吓了。我知道，所以我这不是找你们吗？啊，对了，这演唱会的衣服呀，我都准备好了，走，我带你们去看一看。来来来，都跟我来。你们看，怎么样？好看吗？我准备在演唱会的时候穿上这件衣服。还不错。那我去换上它。
这个女人有问题，人格分裂啊！不就是未公开恋情吗？明星都有隐情的嘛，只要是想上头条的明星，对自己的感情那都是藏得死死的嘛。你说那个索吻的话，还可以解释说是因为第三者人家有问题，他呢是出于秀恩爱。那这的一切你怎么解释？有道理。这个案子你怎么看？我们要坚持自己的原则，向前看啊！怎么样？我好看吗？演唱会变彦祖会啊！李米小姐，您这个案子我们接不了。为什么？难度很大吗？ No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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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no， 难度是可以解决的，但是那就让难度变成速度，让犹豫变成数字。我不在乎花多少钱，只要你们能让我去演唱会，让我跟我老公唱那首《爱的味道》，钱嘛，只是个数字。100万够了吧？100万，拿去。李米小姐，您放心，这件事情交给我，一定给你办好。你说莫瑶和尹家是知道了会打死人？人固有一死，就看你知不知道。我这里也有一份协议，你们拿去签一下。笔。成交。好。如果峰峰跟李米的关系真的那么亲密的话，那么就算峰峰不让他去演唱会演唱，那李米出于对峰峰的爱，应该也不会去演唱会捣乱。你们要知道，我们这次任务非常艰巨，一不小心就有可能搞砸整场演唱会。爱一个人会这样？这么说来，你还记不记得刚刚植物的照片啊？难道李米真的有人格分裂？我看最多也就是妄想症吧。老公，你回来了。老婆，我回来了。你今天还好吗？挺好的。今天有狗仔跟踪你吗？你放心，我不会让他们找到我的。那就好。老公，你累吗？饿吗？我去给你做宵夜。不用了，我吃过了。哦，亲爱的，我今天有点累了，想早点休息。好，我去给你拿睡衣。老公，我好爱你啊！一方未婚，李米未婚。一方住酒店的时候很多，李米，他们俩住过同一个酒店，但是时间和房间号都不一样。 时间和房间号都不一样。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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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时间和房间号都
要在几千双眼睛下完成任务，还得逃脱。各位，咋的呀？这次任务完成，我们可以大赚一笔，但是非常有难度。夏决，你这次接的这个任务真的太好玩了，让我太兴奋了。我是好久没玩过舞台装了，这一次好好过过瘾。这一次任务过程中，我们要掌握演唱会所有的信息，包括节目编排单、舞台效果安排、灯光装饰，还有工作人员的人数，我们都要搞清楚。飞哥，你这次的任务非常特殊，不过都是你擅长的。What？莫瑶，这次你要配合喽。配合？闹半天没我什么事儿啊？嘿，你好好配合我。有。这真是一个挑战。我有那么糟糕吗？我有私人造型师，让他来。你需要的不是造型师，你的外形看上去是很不错，但你本身独特的气质却被掩盖。我不擅长打造熟识人眼中的美，但绝对擅长打造最美的你。从你的眼睛里，我看到了不一样的你。你为什么要伪装呢？我没有啊。哦，难道是有厘米和米莉？什么乱七八糟的？开始吧。我怎么睡着了？你太累了。峰峰，峰峰，你怎么来了？我好看吗？我为你演唱会做的。哦，小菊，这就是峰峰，我老公。你好，我是易峰，我是李米的老公。我造型好啊，我好看吗？好看。飞哥，你来说说吧。我怀疑李米有人格分裂加妄想症，他把自己想成一男一女，男的就是峰峰，女的就是他自己，并且他坚定地认为峰峰就是她老公。人格分裂，这病啊，它是会杀人的。你想大半夜拿个大西瓜在那剁，得送医院。我也在想，这单生意我们还做不做？我跟你说，这生意啊，要做你做太可怕了，我做不了。我觉得还挺有趣的。飞哥，我记得咱俩第一次见丽米的时候，好像没这么严重吧？我们两个第一次见他的时候，他很正常，在我没有对他进行催眠的时候，他也很正常，甚至我有理由怀疑，他只有在某一种特定的情况之下才会出现人格分裂。我们和他签署条约的时候，他是非常清醒的，所以如果这个单子我们完不成的话，
钱随时会飞。煮熟的鸭子，可不能让它飞了。想办法。要不，这次的计划让我也参加吧，我来盯着他。你们的计划不用变，我随时随地都盯着他。要是有什么情况，我马上控制他。我可不怕他，打打杀杀的。你有病吧？我跟你们讲啊，要是我遇到这种人格分裂的人，逮住了我呀，我搅都搅不出来。不好意思，我刚东西我拿了。哎，对了，你们听过我唱歌吗？就是那首《你的味道》。不知道为什么总是和他在争吵，坚决和他反反复复，难道就这样到老？哎，不错，再来一遍。难道就这样到老？哎，再来。难道就这样？一起来，一起来。难道就这样到老？唱啊！难道就这样到老？来，再来。难道就这样到老？很好，再来一遍。难道就这样到老？哎，不错。任务再加一条，假唱。你要和我说一共有多少粉丝，我才知道准备多少礼物。别着急，我带你去见我们总监，这些事情他最清楚了。好。人体热量感应。微型探测仪开启。小菊，我这边搞定了啊。收到。就等着灯灭吧。出口锁定，后台走廊，数据传输。收到。和我以及我的电脑保持距离。想到这次的任务，心里还有点小激动呢。如果这次任务搞砸的话，飞掉的钞票全算在你头上。
还是擦肩而过，缘分太浅，没想过结局是暗恋，从一开始就已疏远。相遇相见，等你世界繁华看遍。